Hello， 大家好，愉快網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坤哥吳業坤。係啊，咁你做Tinko 啦，Tinko 嘅吸塵機啦，今次係好開心去做到Tinko吸塵機嘅一個產品嘅發佈會啦，咁好開心都收到品牌方送俾我嘅吸塵機，因為真係大個咗咧，真係比收到玩具更加開心，一啲即係超級實用嘅產品咧，咁所以係即係又分擔咗好多家務上嘅時間啊，同埋一啲嘅職務啦，係啊。咁嚟緊即係我都其實都唔好捨得個角色嘅，因為其實今次都即係每一年去做唔同嘅角色都有唔同嘅感受啦。咁今次其實同阿振朗啊、Ronnie 啊、嘉莉啊佢哋拍咗咁耐，我都幾投入呢個角色嘅，咁所以即係無論係戲裏戲外，我都好唔捨得阿賢咯，係啊。我自己會唔會人格分裂到咧？我諗2-3個都可以做到嘅。如果好似寶儀哥咁要做咁多個咧，我就可能真係未必可以演繹到。但係我都會盡力去試嘅，係啊。有咩感受咧？其實就即係感受到大家嘅翻嚟嘅辛苦啦，咁樣啦。咁就因為我自己又如果俾着我去玩咧，我一定會平日去玩嘅。但係今次係因為工作回港啦，咁所以真係冇得揀，同埋都好想翻去香港休息下，咁所以就都要硬住頭皮啦。但係估唔到咦咁多人，因為平時都係呢個鐘數上落嘅，咁但係都估唔到咁多人去。咁嚟緊拍完新聞女王之後就會出新歌啦，咁啊希望講關於運動嘅熱血啦，咁即係希望都作為自己一個好好對呢個空手道比賽嘅一個總結咁樣。似啦，即係你知道練習係好多時間咁，但係佢都冇怨言咁去俾我去做自己喜歡嘅事情，咁所以都好支持㗎啦，多謝佢。Thank you。